的確係嘅，即係能夠俾神去即係俾佢啊，你去做我啦，你去擦我，將我嘅污糟嘢都洗乾淨。咁我播先，我咧就會分享主下我願意啦。咁咧原先係因為一個對合唱團嗰種即係中意喺合唱團唱歌，咁咧就喺入邊識得唱，即係學咗有啲唱和音啦。咁咧就一路等一個機會，神可以俾我去用呢樣嘢。咁輾轉之間就覺得music sharing 都係一個好嘅平台去做呢啲嘢。咁我就問Jason 同 Janice 不如我哋試下啦咁樣，即係都唔知得唔得㗎咁樣。咁就問佢哋咁樣。咁咧我哋3個就唱咩歌好啊咁樣。咁我哋拋咗幾首出嚟。咁咧就發現唔可以唱啲太難嘅歌，因為我哋冇乜時間去練啊。咁就揀咗呢一首即係我哋都 agree 呢首好簡單，但係就帶住一份激情嘅，即係一個人嘅回應。係對神獻上自己嗰一份禮物，即係我願意俾你去拆毀同埋建造，咁就係去全身咁樣投入佢。咁所以咁跟住咁啱就可以原來大提琴都可以做到咁樣。咁即係希望係強調一個好想俾神去改變一個人向神嘅呼求，一個好想改變嘅心。咁我哋3個人唱咧就有啲 plain 嘅，咁就一齊去唱啦。喂，係，好似我試一咪嘅啫。主啊，我願意被你拆下。主啊，我願意被你降臨，無論是多麼難，無論是多麼苦，我仍願意來到主腳前。無論是多
主脚前。无论是多么难，无论是多么苦，我仍愿意来到主脚前。无论是多么难，无论是多么苦，我仍愿意来到主脚前。